喺日常生活當中，物體通常都唔係獨立存在，而係同好多唔同嘅物體互相去接觸。而呢一段短片就係提供呢一類嘅例子，幫助大家解答呢一啲嘅物理問題。第一個嘅例子係關於用繩連繫住物體嘅運動問題。喺呢一度關於繩有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就係我哋唔需要理呢一條繩嘅質量。根據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我哋可以假設呢一個繩兩端嘅 tension 係等於㗎，但係方向係相反。第二個假設就係呢一條繩係 inextensible， 所以連繫住兩端嘅物體，佢哋都係會一齊咁樣運動。喺呢一度有一個例子俾大家。喺左手邊有一個2kg 嘅積木，右手邊有3kg 嘅積木，中間係有一條繩連繫，向右有一個10 Newton 嘅力拉動佢哋。根據第一個假設，我哋可以得到 tension 係咁樣嘅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存在。第二嘅假設，因為佢係 inextensible string， 所以佢哋係一齊咁樣向右運動嘅。假設冇 friction， 根據 F 等於 ma， 我哋就可以計到佢嘅 acceleration 係一齊以 2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向右咁樣前進。而根據 F 等於 ma， 關注 2kg 呢一個嘅積木，我哋可以計到 tension 係等於4 Newton 嘅。第二個例子係唔牽涉任何嘅繩連繫兩個物體，但係兩個物體係互相接觸，好似呢一個圖咁樣 A 同 B 就係一個例子啦。喺呢一度有一條問題問大家，假設 A 係10kg，B 係20kg， 而佢哋同樣都係靜止於呢一個斜板，你可唔可以畫出佢嘅 free body diagram 同埋計算所有牽涉喺入邊嘅 friction 呢？要解答呢條嘅問題，我哋首先要將 A 同埋 B 嘅 free body diagram 畫出嚟。由於 A 喺上邊，所以佢嘅 free body diagram 比較簡單。我哋先睇下 A 先。A 佢本身有一個重量向下，為咗方便我哋計算，我哋會將佢嘅 component 分解成水平同埋垂直於呢一個斜板，亦即係咁樣。跟住我哋可以拆翻呢個 weight 寫成咁樣。由於呢一個嘅積木係靜止於呢一個斜板，所以我哋可以預料佢一個嘅 normal reaction 同埋 friction 係咁樣嘅方向。因此我哋就可以計到 F1 呢一個 friction 係等於100乘以 sin 10度 Newton 啦。另外關注於 B， 我哋可以畫到佢嘅 free body diagram 係有一個向下嘅 weight。同樣我哋可以分解成水平同埋垂直於呢個斜板嘅兩個 component。跟住我哋可以畫到佢嘅 normal reaction 同埋 friction 係咁樣，因為佢係靜止於呢一個嘅斜板上邊。由於 B、C 係 A 有一個 friction F1， 所以根據 action and reaction A 同樣會施力喺 B 有呢一個 friction F1， 但係佢嘅方向係相反。要計算佢呢一個嘅 friction F2， 我哋可以考慮 B 係一個靜止嘅狀態，因此 F1 加200乘以 sin 10度就等於 F2 啦。從而我哋可以計算到 F2 係等於300乘以 sin 10度 Newton。